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0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新闻大时代，头先就来报人才。国内今日增加35596个本土病例，是5月初5以来本土疫情上界少的数字。另外，国内这规团游览未再要求要注3单疫苗。中南部线顶到学校学期尾，不过学生惊讲去到学校考期末考会感染，有学生请愿取消实体考试。屏东九片基地雷霆2000火箭操演，数一粒火箭射无出去，致使着规台车安尼烧去。国内今日增加35596个本土病例，中重症295例，死亡个案也有144个。今日的本土病例是5月初5以来这疫情上界少的数字。指挥中心也推测讲，这礼拜每天的确诊人数拢真有机会拢伫咧5万例以下。另外，边境搁再查到17个变种病毒株，甚至有一个台湾囡仔入境的时阵验到 BA.4。另外，讲到指挥官陈时中，伊有关是假日1天了后快筛阳性，所以暂时无来参加记者会。原本确诊隔离7天后，要亲身主持疫情记者会的指挥官陈时中，因为20礼拜一改隔离第一天，家己快筛阳性，佮因为有小可家扫，所以采取居家办公，高规格防疫，暂时无出席记者会。部长他是本身比较谨慎，他想说就是因为在这个记者会还是有很多的记者朋友在现场哈，另外在公开的场合里头，还是难免说会可能有一些无法避免的一些近距离的接触。新冠本土疫情已经开始转好，为5月27日单日新增加94000多例上济，渐渐降温。6月初1降到8万多例，6月中6万多例，到6月20已经落加35596例，中重症新增加295例，死亡有144个。代表说未来1周大概会只比这个3万多可能增加1到2成，2到3成左右这样的一个数字而已。所以预估本周的一些每日的确诊数大概确实是会落在5万例以下，这样的几率是蛮高的。另外，边境又查到17个 Omicron 新变异株，其中 BA.4 增加3例 ，BA.5 增加14例。包括头一个本国籍10岁以下的查甫囡仔感染 BA.4， 伊6月初为美国入境，目前无症头。他是在这个入境的时候脱衣采检阳性，CT 值是27，本身没有症状，那这是属于一个 BA.4 的一个美国入境确诊的一个本国籍的小朋友。因为新变异株 BA.4 甲 BA.5 增加为人，国内累计已经有65例确诊个案。罗义军坦白讲，目前边境每礼拜2.5万人入境人数限制，这礼拜确定未放令，也需要看入境旅客防疫的遵守情形，甲防疫旅馆、防疫客人车量能状况。另外，咱国采买的第3批辉瑞儿童疫苗50.4万份，20早起运到桃园机场，等候完成检验了后，会提供予5至11岁囡仔注第2剂。记者综合报道。指挥中心宣布，国内规团的旅游的游览未再要求要住过3天，只要提供48点钟内快筛阴性证明，就会当去游览。另外，指挥中心也强调，若阵这游览规定人内面有人确诊，就要看其他旅客敢是带做伙厝内面的人，若阵唔是就袂可能。一寡散客翕相赏美景，台北市树林官邸本来是团客旅游一定以来的景点之一，毋过想到爱住3支的命令，降低国内民众对团旅游的意愿。停车场无看半台游览车，即马指挥中心宣布要改度住3支的命令。大家都可以出来旅游嘛，对啊，增加旅游机会啊。我们喜欢有人带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去哪里，就跟着去就好。以目前的疫情，还是会倾向自己走走。国民旅游防疫放令，民众看法无同。不过，宜兰出名的风景点最近已经陆续有游客啊，业者也有感觉旅客有变较济。这届国民旅游有放令，旅客应该佚佗意愿较济。因为国内对团旅游原本中央规定爱注3支疫苗，即马防疫政策调整，民众只要48点钟内快筛阴性证明就会使。准讲无注第3支，同款买当对团。有的又不会用啊，又不一定准啊。我是觉得解禁了。我们的出团到国外以及接待外国旅行团的这个限团令呢，也希望说呢，在未来逐步的来放宽。配合7月15日就要实施国民旅游振兴补助政策放令，旅游业者普遍赞同。不过，更较期待国外出团也当全面解禁。只是国内对团要放令旅客免注第3支，但是佚佗的时阵，雄雄有团员确诊，所有人的行程是不是嘛要作为话题呢？如果他是参加这个旅行团，
那也属于这个同住家人的部分哈。那当然就是依照目前的现行做法，是会列为3+4，或者是说他是有打满3剂的，就列为0+7哈。除了参加旅客属有做伙大的亲人，依照即卖规定会列做考虑对象。指挥中心进一步补充，对团的旅客，若做唔是做伙大的旅客，就无伫即个限制。简单来讲，都是唔免规定拢转去，啊毋过也是会由地方政府做变动调整。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中有一个6岁查甫囡仔确诊了后，伊的手指甲刷拢翻白，有医生认为讲这是病毒侵犯到伊的血管，造成血管塌掉的。另外讲到这阳明大学也有出一份研究报告，讲这确诊者复原1年外了后呢，只剩3成的人，伊身躯顶抑有抗体来保护因的健康。骹手的指甲规变白苍苍，连齿类嘛被泛红。台中一个6岁查甫囡仔确诊。出现发烧、流鼻水、咳嗽等等的症状，2天了后小是退啊，不过所发现指甲规个变白白。因爸母是惊甲赶紧甲囡仔挂号，给医生看。新冠肺炎感染之后，发烧大概2天以后退烧了，但是手上突然手指、脚趾都变白，爸爸当然就会很紧张，他立刻就挂了我们的通讯门诊。中国妇医感染管制中心副院长魏高斌研判，这是病毒侵犯血管，造成指甲白白或者是内底有血角，产生血路循环不好的现象，推论是确诊了后的病危。病毒侵犯到我们的血管有关系，导致血管的病变、血管的伤害。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我们的人体的免疫反应导致一些小的血栓的这种形成，哈，那会引起这种指甲变白跟变形的这种现象。医师表示，差不多2-3个月了后，免疫反应会豆豆减少，指甲的色水就会恢复正常。照卫福部的定义，所谓新冠病危，还佫包括焦虑、忧郁、失眠等等注意力无集中、前面有血角等等的症状。另外，国内头一个新冠确诊者免疫反应的研究结果即马出来啊！卫福部疾管署委托阳明交大做研究，追踪为2020年1月底，一直到去年7月底。拢总有260个确诊者做血清调查的分析，结果发现讲，去为着新冠病毒复原年外了后，敢若剩3成的人体内抗体也有保护力。第一个 case 大概是在就是2020年，我记得是在1月的时候嘛，那大概到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研究结果出来以后，大概到500多天，还有将近3成的保护力啦。吴俊中强调讲，这个研究虽然是以早期的病毒株为主，甲今年流行的 Omicron 无共款。不过，同款是新冠病毒，也是有高测的保护力，而且要感染的人、甲注疫苗的人，因诱发的抗体是无共款，也是有真重要参考的价值。研究嘛建议，要确诊的人复原了后，也是爱注疫苗，抗体会更较侪。记者综合报道。台险公司涉嫌用中国做的快筛试剂，加做是美国做的附录快筛试剂了后，即马韩国进口的 SD 快筛产品会去予美国的 FDA 警示。食药署表示，讲无美国 FDA 核准，无不代表这个物件袂当伫咧台湾卖。SD 快筛试剂目前是有国内通过专案核准的，也若讲到这老实无讲过这个部分呢，会另外搁再做调查。画面内底这个白色的盒仔，顶悬还佫写只要15分钟就会当知影结果。这是韩国籍家用的快筛试剂 SD， 伫国内嘛有进口。不过国民党团早起召开记者会时阵讲，这个快筛试剂伫今年3月初去予美国 FDA 警示，因并无得到 FDA 授权或者是批准伫美国卖甲使用。若是使用这款快筛试剂，可能会有风险验出错误的结果。有关Omicron的部分 ，Delta 灵敏度只有22.2%。但是我们卫福部还是给他 UA。这个牌子我是从来没有听过，也没有看过。其实我警示的话，有可能是第一个可能是某一个批号而已，第二个是不是它全部的有问题？如果是全部有问题的话，这样就是我觉得台湾就应该全面禁止进口。卫福部有核准的检验试剂名单网站，会当看到韩国 SD 的快筛试剂，伫去年7月份到今年5月份。拢总有3间厂商向食药署提出输入的申请，不过去年7月申请的厂商，伫顶礼拜5主动申请注销。针对这个快筛试剂，食药署表示，无得到美国 FDA 的核准，无代表袂当伫台湾上市。事实上，除了韩国这个快筛试剂，去予国民党团点名以外，台险公司的附录乌心快筛试剂的事件，还佫伫咧炭烧。食药署署长吴秀梅顶一日讲，敢讲毋是应该爱谴责违法的厂商。河南的立委是美甲，针对这点，吴秀梅嘛亲身出面，讲出大兴公司申请的过程。大兴公司它在今年的4月26号申请
专案核准家用快筛试剂，它在申请书的这个上面已经有明列了，它的制造厂是在美国加州圣地亚哥。说明函的第一项，它告诉我们的是一个紧急公共卫生情势的需求。那第二项，它就讲申请专案输入是由美国 Acon 公司所生产制造，也就是说，它就是拿的是在美国拿到 EUA， 然后来跟我们申请台湾的 EUA。那大兴公司它所减负的资料，还包括有这个它的一个外包装。那在外包装上面所呈现的，也是 Acon 美国公司。食药署上网去查证的时阵，发现美国 FDA 有外泄的资料，而且美国事实清单，嘛会当看到相关制造商的资讯，而且美国官方 FDA 资料嘛显示有核准。不过接续大兴公司把产品送去香港包装的时阵，煞乌白蓝掺甲模样。目前检调已经介入调查，相当会判刑罚5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且罚2000万以下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中南部，即摆有真侪学校有关实行在线顶上课到学期尾，不过有的学校是要求学生囡仔就要登记学校考期末考。伫台中家己对学生发起请愿，希望莫登记学校考试，降低感染风险。民间团体也有做过调查，讲超过90%反对登记学校考期末考，甚至高中生的反对率有超过92%。台中一中的图书馆不少学生囡仔登记读册，准备期末考甲升学考。虽然台中市延长远距离教学甲休热，不过是毋是要举行实体期末考，授权予每一个学校决定。台中一中有学生囡仔直接甲市政府请愿，认为实体期末考应该取消。已经让我们停课那么久了，如果再回来举行实体的考试的话，会不会让前一阵子的线上教学全部崩溃？根据台湾青年民主协会一份调查，统计到20的10点半，反对实体期末考的比率有91.17%，其中比例上悬的是高中生占92.12%，同款嘛是反对的家长是占88.81%。目前全台湾真侪县市也是远距离教学。不过学生囡仔都爱等个学校参加实体期末考，学校方面解说这是考虑升学甲公平。在高三，同学们在繁星升学的时候呢，必须要做校内比序，那比序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不是像期末考这样一定固定的一次的考试，你也可以透过很多多元的方式去评量它。虽然台中一中是讲有几类学生囡仔会当申请防疫试场，比照各种会考的规划降低风险。不过学生囡仔是讲会当利用多元评量的方式，同款会当看出学习成果。家长团体也表示，远距离教学已经进行一段时间，无应该用实体考试来评量学习成果。不管要实体啦、线上啊，我觉得都意义都还好，但是学生到底程度有没有落后？真的要很小心。在评估他有办理实体评量考试的时候，那是由学校呢，在这个符合防疫的规定底下来进行。台中市教育局是讲，目前6都包括台中、台南、高雄，拢是授权予学校来讨论决定是毋是举办实体考试。若做确定要举办，除了严格审核防疫的计划，嘛要求做各方面的沟通。记者综合报道。伫今日早起9:05分的时阵，发生规模6个地震，地震中心伫咧花莲的光复乡，地震深度只有6.8公里尔，而且一直拢有发生地震尾。气象局表示讲，即届地震敢是甲光复断层有牵连的，还搁做调查研究，而且这未来2天内将有可能会搁再发生规模5以上的地震尾。美丽山水影像突然顶沿海相当激烈，互人看了头晕。这是20早起9:05分发生规模6个地震的时阵，花莲地溪潭的监视镜头出现海角真大力，翕到的画面，地震威力当时在场的游客是惊到要死。我吓一跳啊，震动很大。用海角真大，也互光复乡里幼稚园围墙啊起起，部分树面倒去，台铁的光复车站也被震到天棚的钢架啊落来，现场由封锁线戒备，也已经请厂商维修。所内的一些物品倒下来，还有幼儿园的一个围墙有点倒塌这样子。地震引起轰轰声，因花莲徛街挂的相框，材质中为壁顶落落来，当地农会超市透过监视影像，也当看到火架的物品，又甲落伫涂骹，也有部分的店家因为商品设伫涂骹，玻璃管啊拢碎了了，赶紧请人补货。
一下子就上下摇晃很大。喝酒醉一样。喝酒醉啊？他这是上下。第一次的话是摇晃很厉害。地牛变身会当讲全台有感，这件地动进涌伫花莲县光复乡，深度只有6.8公里的浅层地动，上大震度伫花莲5弱，包括地东甲南投也拢有4级，后续也发生至少有400个地动尾。气象局分析，虽然这个区域属于板地交接带，也毋过毋是地动较会发生的区域。为1990年以来相当规模6左右的地动，加上一摆就有3届。它就是属于它这个板块的这个交错的地方，当然不排除就是说这里是有一个断层或者是破碎带，尤其是因为它是浅层的地震哈，所以我们不太能够确定说它是不是跟光复断层有关。气象局表示，无排除未来2天也会发生规模超过5个地动尾。虽然讲台湾位伫地动的外局区，也毋过，敢若今年气象局指出，规模6以上的地动已经发生过6摆，是长期平均达的2倍，比往年也佫较接。这摆佫较有徛家伫地动了后发生火警，也毋过敢是有关联，也爱后续调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天气变热，这用电量也增加，20个尖峰负载冲到3860万瓦，是历史统计6月内面上界悬的一届，也是这历史第4悬的用电量。6月27日讨论中，这7月电池敢会搁再起价呢？而且国际涂炭天然气拢伫咧起价，台电也准备搁再调悬电池，1年可能会了2000亿。不过咱国内的这通货膨胀压力变大，那阮搁再来调整这电池，可能会互物件继续搁起价。日头正大，全台湾12县市超过36度的高温，台东县太麻里乡全台湾上热，下晡2点外温度37度半。20全台湾尖峰负载用电量来到3860.9万千瓦，创下历年来6月新高，也是历史上第4悬的用电量。夜间峰之后会配合来调度整个灌肠水泥，还有徐量反应的一些调度，夜间峰的供电稳定没有问题。不过用电量愈大，台电了愈侪，因为国际燃料价格大起，其中国际涂炭机会价格一吨389美金，天然气每100万用热机会价格为今年的3块美金起价6.78美金，价格起1倍外。台电每一度电发电成本差不多3.07，不过每一度电平均定价敢若卖2.62块，台电发电量更较大，嘛是卖愈侪了愈侪。整个把国家拖垮不是办法，该打还是在这里打。我们电价其实，在国际上不是算比较便宜。通膨很严重，这时候电价都还要涨的话，那对人民的生活还是会有造成很大的影响。后礼拜27要决议7月电价是毋是起价，有出现3种讲法：第一是无起，第二是起足3%，第三是加起用电大户。不过，这3套剧本无论用倒一个，台电恐惊也是愈了愈侪。如果说电价贵，很多厂商就知道我不要生产，因为我这样生产根本一点都不划算，没有真正去反映成本的话，是我们整个国家在倒贴它。台电表示，电价已经连7届无起啊，连做7月阁无起，台电1月至5月，伊阁会了价500亿。依照电价公式，调整幅度上侪3%，就算起足3%，嘛无法度弥补亏损。台电预估至少要起18%，才有法度勉强拍平。燃料价格就上涨，不管是煤或天然气都是几倍的成长。1到5月一定会比469亿还要多，应该是会突破500亿啊。国内物价压力大，未少民众烦恼通货膨胀，若是电价阁起，真悬的物价会继续起。若是无反映成本，安尼电价了伤济，后届也是全面爱付。记者综合报道。屏东九屏基地早起进行年度的雷霆操演，各组的雷霆2000火箭伫咧进行射击演练的时阵，想袂到说发生这火箭卡掉咧射袂出去意外，历史火箭车规台是毁掉，加在是无人受伤。军方也先暂停这演练进行调查事故原因，也有专家是认为讲，真有可能是这火箭伤过久才会出问题。向海上目标发射火箭弹，屏东九屏基地20进行年度雷霆操演，各组雷霆2000多管火箭展开实弹射击，却伫第3届射击的时阵发生意外，射击被迫中断，因为一粒雷霆2000火箭弹无拍出去，车辆着火，军方紧急灭火，好甲载无人员伤亡。一枚雷霆2000火箭弹不明原因导致火箭未离架，推进器殉燃，造成车辆的损坏，人员均无伤损。
单位提紧急应变程序应处。第4作战区回应已经停止演训，本案由中科院陆军专案小组伫研究查清楚相关原因。这是雷霆2000成军以来头一个出现发射事故。学者分析，推进这小无完全，有可能飞弹老旧，一定爱重新检证。透过演训，赶紧找出问题，快速累积经验。一般的这种射击训练里面，第一件事情一定是先把库存比较老旧的弹药打一打，然后比较新的弹药也许后来再使用嘛。那一般来说，你在管理那个库存跟仓储的时候，都是以这样的原则。救援基地是国内重要的火炮试射场所，较早英式飞弹、天剑2型飞弹拢捌伫遮出状况，引起居民的关心。不过国军无受意外影响，同一天伫救援基地也展开成功操演，国军操作双连装气枪飞弹，精准击着目标，现场围看民众大家比赞，对国军有信心。没关系，从错误中找出问题。那我们国军会更棒。国军透过实弹操演提高战力，加强防卫固守力量，阻止强军进犯。不过强机20透早又搁进入咱西南空域，互空军广播赶走，两方对立的情势也未降温。记者综合报道。政府这几年伫咧推动的海化防力发展，其中北海化的防基计划呢，这项正式讲会影响到爱国者甲天宫3型防空雷达的运作。海军表示讲，目前是还未接到这北海化防力发电厂的通知，国防部这边呢也搁做另外做评估。天宫3型飞弹顶个月伫咧屏东的高屏基地进行实弹射击。未来将会伫咧大坪金马设置17个强杀飞弹的据点。目前伫北海华已经有部署要来挡强军的飞弹。另外，政府这几年大力伫咧推动风力发电。台湾的西部研发自嘉义以北到新北市归仁等地研发，有部署真侪正悬的风力发电机。伫其中，新北市北海华近海被点名是计划之一。不过，国军证实。风力发电机会干了爱国者一个天宫3型防空定力雷达。我想战备是最高的标准嘛，哈，所以相关的这些审查，包含像经济部这些配合审查，我想我们有政府一定有一套标准作业程序。空军和海军分别伫咧北海华部署天宫飞弹，有定式向离反舰飞弹的阵列，一个新起的直通营区。飞弹指管站，若是设置风场，恐惊影响备战。全台湾总共有40外风机设置计划案，不过空军已经发掘其中6个到8个。海军是讲，目前也无接到北海华风场的设置案的先行评估。学者讲，风机伫咧射时阵，风夹啊产生的噪音、杂讯会干扰雷达，影响上大是低空搜寻目标。它的场址位置。就是如果说有敌方的就是航空器或巡弋飞弹从中空、低空进入的话，那当然就会让雷达这个就是搜索的这个效率大大的受到影响。国军经过防空飞棒，也继续伫咧证实有源头打击能力的飞弹协助强军。对此，中国国防部19宣布进行。录取中弹反导拦截技术的试验，讲无针对任何国家。数据分析，若是针对咱国军，目标可能是射程有1000公里的雄性飞弹。不过，这回因为政治意图较明显，中国是伫咧向世界传达因有反击的能力。记者综合报道。在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法国国会第2轮的选举结果已经出来了。马克宏总统所领导的同在联盟表现了真歹，577个选区只摕到245席，而且过半席次是差真多。左翼联盟呢摕到131席，加做国会上界大的反对势力。那讲到极右派的国民联盟也对8席增加到89席。马克宏总统执政党伊无都摕到过半席次，历来是真歹来寸卡出手。选举结果一日出来，法国左翼联盟竞选总部支持者大概是欢喜咧发休。法国国会第2轮选举的结果，伫当地时间19出来，总统马克宏甲伊领导的同在联盟减100多席，577席，敢若摕到245席，并无过半。虽然伫国会也是占上侪席位，不过同款是输甲希特勒。C'est une situation totalement inattendue, absolument inouïe. La déroute du parti présidentiel est totale et aucune majorité ne se présente. 看到执政联盟失去国会过半优势，
左翼联盟伫2个月前的总统大选输去，即嘛算是佫赢倒转来啊！伫国会选举摕到131席，加做上大的反对势力。毋过，互人上界料想袂到的是极右派国民联盟，为原本的8席大增加到89席。领导人马林勒庞伫选举了后表示，这是历史性的胜利。Nous incarnerons une opposition ferme, c'est-à-dire sans connivence, mais une opposition responsable, c'est-à-dire respectueuse des institutions et toujours constructive. Parce que notre seule et unique boussole est l'intérêt de la France et du peuple français. 甲其他的阵营欢喜的气氛来比，执政联盟敢来当较密手咧，赶紧寻求合作的优势。La situation est inédite. Jamais l'Assemblée nationale n'a connu une telle configuration sous la Ve République. 失去过半优势，马克宏政府要推动减税、退休金改革等等的政策，百民会受到真大的阻碍，国会局势可能会改变。另外，还佫会面临内阁换人的局面。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印度东北部罕变加拉发生20年来上届严重水灾，目前已经知影有62个人死亡，数百万人等咧流浪。环保专家也讲，全球暖化引起的极端气候，将有可能互地势较热的变加拉造成更较济灾难。大水将道路引起车辆故障，卡伫路中远，几个人合力刹车，也有人赶紧掠条走线的护者，以免叫大水冲走。人啊，建议农民毋忙用来引产河龟，也毋过这波大雨来得紧过急。孟加拉全国130条河流不中，地区像大海，估计有几啊百万户掉伫大水中。在海上惨重的希尔赫特市区，道路变成河流，大水引入民家。这个人的囡仔无所在通避，拢钱伫特别予水淹去的冰床顶。কিভাবে খাইতাম মুড়ি খাইতাম চিরা খাইতাম যেগুলা দিরা ওগুলা খাইতাম আর কি করবো রান্না করতাম কিলা খাইতাম কিলাতে当局表示，这是孟加拉自2004年来上严重的大水，造成至少310万人无依无靠，其中20万人暂时得到安置。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附近的印度阿萨姆省，大水引致首府古瓦哈提市区的大街小巷交通严重受阻碍。ये पानी के लिए सबका लोग का प्रॉब्लम हो रहा है, कोई निकल नहीं सकता है, कोई ऑफिस नहीं जा सकता है। वो हम लोग का ये दुकान है पूरा पानी पानी है, अंदर में घुस के बहुत सामान खराब हो गया, फ्रिज वगैरह सब खराब हो गया。当地河水泛滥溃堤，淹掉3000个庄仔加农田，救援人员紧急出动替离村民，营救所啊渡过错漏的河流，真危险。印度甲孟加拉最近几年极端气候哪来那严重？这波大水河到目前为止已经夺走62条人命，其中部分是去互死人急着死亡。环保专家警告，气候变迁若讲继续恶化，将为南亚地区带来更加侪灾难，尤其地势较低、人口密集的孟加拉，更加是首先受影响。联合国估计未来10年，孟加拉大约有17%的人口将被迫迁徙。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罗西亚对乌克兰东部加强攻击了后呢，当地居民的情形是愈来愈恶劣，真侪人拢秘伫咧地下室，这一秘就是久了久过。有居民表示讲，伫咧战争的情形之下，无水、无电、无天然气，干那靠着手电住伫咧地下室。用手电照路，真细日为楼梯安尼行落，伫真下空间内底，会当讲是暗飕飕，干那靠一点点的光线，看到几啊只简单的桌椅啊、纸板，还佫有眠床。住伫地下室已经是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真世上的代志。Тяжело, все равно тяжело. Конечно, что видите, война. Без света плохо, вот вообще. Ни воды, ни света. Живем вот мужчину мы не можем вынести на улицу, он уже 4 месяца света не видел. 4 месяца лежит. У него 2 инсульта. Очень плохо. 4个月的时间，伫暗暝暝的地下室生活是真艰苦。毋过，佮烦恼外口的炮火，这居民嘛毋敢甲破病的亲人带出去有日头的所在，敢来当避伫地下室。罗西亚军方甲炮火转向顿巴斯地区了后，炮弹是无暝无日一直咧放。战区的水电甲天然气早就去互切断，真侪人孤不离种，都会放弃一切逃走。毋过嘛有人毋愿离开，特别是济岁人。Ничего не осталось, все сгорело. И одежда, тут за одежду самое главное, папу вывезти, все самое главное. Я не знаю, сколько он еще катает. А мне кажется, тут, наверное, не скоро это все закончится. 袂记知影危险，也是想要留伫咧故乡。这居民敢来当祈祷，希望罗西亚甲乌克兰双方会当赶紧达成协议，互战争赶紧结束。毋过，这情形恐惊是无乐观。乌克兰谈判的代表进前讲，有可能8月底会恢复谈判。
不过，罗西亚这边是还无正面回应。也那北约是伫礼拜警告，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有可能会持续几啊年，建议西方国家都要有长期军事援助乌克兰的准备。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罗西亚减少对欧洲国家的天然气供应，各国当咧面对着能源危机，也当咧想办法。德国政府采用紧急措施增加涂炭使用，另外，意大利是加入卡达的天然气生产计划。德国联邦政府预计今年7月由国会通过立法，授权政府暂定以2年为期限，扩大烧炭火力发电的负载量。原本同款打算要渐渐淘汰烧炭发电的企业，也做出类似的决定，来面对俄罗斯减少天然气供应的状况。另外，德国政府也准备透过国营的开发银行 KfW 放出150亿欧元，相当新台币大约4700亿的贷款，由同款是国营的天然气交易中心操作。德国政府将鼓励出头有存天然气的民间企业，将准回卖予交易中心。需要家用天然气的公司是以竞标方式购买。根据德国能源甲公用事业管理局的统计，全国目前的天然气存量只有56.7%。政府打算伫9月底进前提悬到8成，在1月顶旬的目标是要达到9成。另外，排名全球前10大石油企业，意大利国营的埃尼集团，拜拉伫杜哈甲地主卡达签约。加入卡达的天然气开发扩充计划。Our partnership will be in the shape of a joint venture company, in which Qatar Energy will own 75% of the shares, while Eni will own the remaining 25%. 外电报道指出，有计也阁有更较侪国家加入这个计划。卡达是俄罗斯甲伊朗之外，全球天然气运送量第3大国。这个跨国的合资计划将生产量增加幅度超过60%。伫俄罗斯甲伊朗受到欧美制裁之下，卡达正做国际天然气来源的救星，不过开发计划要进入生产阶段，要等到2026年。若要达到6成的增幅，要等到2027年。公司新闻齐家真编译。台湾的石斑去予中国禁止，这3600吨的石斑唔知要销对倒位去。除了加强这海内外行销，即马日本也有养殖业者讲要来收台湾的两担石斑。不过日本迄边也烦恼讲，咱台湾的龙虎斑伊身躯内面有毒素，唔敢进口。咱的台湾业者也驳回讲，这龙虎斑是用饲的，绝对袂有天然毒素的问题。这种现老的两担石斑，看落是活跳跳，煮熟了后肉嘛真油。鱼仔皮是 Q 底底，真侪华人拢真介意食。不过中国顶一日宣布禁止进口台湾石斑，互差不多3600吨的石斑，即马向销无路。加在即马有日本的养殖业者供应愿意买，大陆发展的单位嘛协助双方来计价。就大概是2-3吨的这个样品到日本去，然后他会把日本的聚集在一起，大家办一些就是试吃一下，然后让大家考虑一下去怎么做才符合日本消费者的口味。日本要买的是两担石斑，不过台湾销去中国的唔那是两担石斑尔，还阁有龙虎石斑。龙虎石斑是两担石斑，甲另外一种灰点石斑，嘛合做虎斑去拍种的。日本英国捌发现野生的虎斑，因为去食到有雪卡毒的浮游生物或者是酸乌鱼等等，体内毒素一直累积，民众若是食落到底嘛会中毒。都惊这种用虎斑去拍种出来龙虎斑嘛有同款的情形，所以日本就唔敢进口。现在台湾在出口的石斑，不管是出口到中国大陆或全世界的石斑，都是用养殖的。那养殖的石斑是不可能会发生雪卡毒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他们吃的都是鱼粉，而不是去捕捞那些下杂鱼。业者驳回讲，雪卡毒是野生的石斑才有的问题。台湾用饲的龙虎斑，主要是甲饲鱼粉，无啥可能会有毒在伫体内。因若台湾石斑因为雪卡毒的疑虑，地主销去日本受到限制，农委会强调讲会持续沟通，并来解除日本对雪卡毒的疑虑，要销去日本的数量都有可能会当增加。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郭文哲提出讲，这金门到中国的厦门的，会当起一座金厦大桥。去洪振定讲是准备要选2024年总统。国民党立委陈菊珍也认为这金厦大桥是会当起的。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讲，这金厦大桥若准起，会出现国安问题，特别是两岸关系长礼拜中国不时甲台湾威胁，即马国家的政策唔是画就会当准度煞。台北市长郭文哲提出兴建金厦大桥，洪介图是2024年参选总统起主席，也毋过力赢议员批评，做法甲吴三桂因清兵集权共款。
关问题回击，经下大桥会当复照三通运作更加有效率。反击绿营，那会当对蔡总统在电力会主会时期真骄傲的政策呢？他说：“我就是无法理解这些民进党的徒子徒孙，你知道怎么在反对他们的总统当年定的这个他还引以为傲的政策嘞？方便解放军进攻，你怎么说方便我们国军反攻大陆？那奇怪了，这么没有志气耶！我猜是为了选举而已啦。”为了选举，那可能哗众取宠，但是他去讲成说这叫反攻大陆，我相信这是笑话一则了。对于关问题讲要去金厦大桥，国民党金门在地立委陈国斌表态支持，认为对金门的经济发展、客流各方面拢有真大帮助。也不过学者也分析，金厦大桥兴建存在国安问题，袂当无细节。只有更多往来，才会有善意者，才会彼此间更有和平发展的可能。柯文哲讲的是金门人的心声，民进党的委员根本就是不了解金门的，叫他们来金门走一走、听一听吧。现在提所谓的金厦大桥，以目前的两岸关系或以目前的国际形势来看，是非常不适宜。除了它向中国讨拍之外，其实某个程度上对整体的国家安全或整体的国家发展来讲，都不符合国家利益。学者进一步分析，虽然金门厦门往来有一定程度经济共同体概念，不过中国最近一直对台军事恐吓，国家环境应该用更加谨慎思维，提出相关配套，因应国安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媒体人周玉库进前呢，伫咧前几日有公开冤案事件，新北市消防局和上坡病院咧联络的录音档案。消防局是联络袂到卫生局和卫生所，一个消防人员伫昨暗去到新北市地检署来自首，讲伊甲这段录音档呢提供予伊的高中同学，也就是新北市议员参选人杜冠廷。这个消防人员也承认讲是家己想了无详细报告周知，不过杜冠廷也强调伊无甲这录音档案互媒体记者。也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表示讲，这款的行为已经造成前线人员的困扰。两岁查甫囡仔恩恩确诊了过身，媒体人周玉蔻伫咧最近公开新北市消防局甲上河边的分享录音档，证实消防局因为联络袂到卫生局甲卫生所，直接敲电话给上河边，问讲边是毋是人收恩恩。录音档外流经过政论节目播出了，引起争议。提供录音档的消防员伫19暗已经家己去新北地检署自首。录音档案在媒体播出后，造成消防同仁隐私的曝光和纷扰，而感到相当的后悔。该同仁表示，因电话档案属于秘密的事项，他却下载并交给一般民众，才主动出面自首。这位消防员讲，是4月底，伊高中的同学杜冠廷，也就是新北市议员参选人，主动联络伊问伊。伊就是无考虑清楚，才会提供录音档予伊。对此，杜冠廷伫咧 FB 发文批评新北市政府对说提供录音档的人是要模焦点，也强调并无提供录音档予媒体。把横向跟医院消防同仁的录音档来公布，造成我们第一线同仁的困扰跟伤害，这种行为是不可取的。我只求你们赶快把这些关键横向录音档提供给我，同时在提供给我之前，做好明细列表，告诉我有哪些东西。我不想要再听到说你们会全力协助，可是我都是没有得到全力协助。新北市长侯友宜是回应讲，会按照规定全力提供相关资料和恩恩的老爸，会当提供的因拢已经提供啊。记者综合报道。6月20日是世界难民日，着民间团体伫立法院召开记者会，讲咱的政府虽然有帮助受战争影响的乌克兰难民来到台湾，不过每一摆申请敢若会当延长30天，而且因伫咧台湾也无法度正常食头路，所以政府就要把这出境的期限延长到180天，而且要用个案的方式来做处理。台湾人都说这个战争都支持乌克兰，但这些都看起来很虚伪。乌克兰的社福金科伫台湾生活3年半，关在伫遮学华文，受到疫情甲战争影响，无法度回去家乡。即摆无正式的头路甲学生的身份，只好放弃居留证，改申请暂缓出境签证，靠加投标延趁者。不过签证一摆敢若延长30天，嘛无确定后摆申请敢会过，生活充满不确定性。我在这样的情况下没办法预算自己的未来，也没有发展
任何机会。像过去的香港等等，也都有一些相关的措施，可这些措施其实都是一个是个案处理，再来它都是用这个类似像延长签证或者说暂缓不让他们出境的方式去做。那其实最大的问题，其实面临的挑战就是说，那他们到底可不可以公住？民间团体呼吁，伫难民法通过进前，先甲暂缓出境后期延长到180天，而且修改目前的就业服务法等等法规，让难民会使暂时伫台湾工作生活。罗法署表示，修改法律也开真侪时间，有专案认定的方式。我们其实已经有个案的类推适用的先例，这个越南配偶之前因为被撤销婚姻的一些先例，没有短期内没办法恢复越南的国籍，就会变成一个无国籍人的状态。移民署这边会给他一个等待恢复国籍的居留事由。那因为有给他居留，你看我们会给他开放式的工作许可。移民署表示，来自乌克兰的难民安怎摕到居留许可，爱看个案认定，当事人会使到各单位询问。延长暂缓出境后期的方面，无伫记者这个进前提出回应。民间团体强调，完整的庇护机制也是爱靠难民法，表示会继续监督立法的进度。记者顾文长随台北报道。台东县目前正咧挂这炸弹丢啊，不过有农民发现讲，这丢啊说拢着乌龟病，伫关山着上百公斤的有机丢啊残种着这个病虫害，收成恐惊只剩2成尔。台东县政府直接用专案核准农民会当用烧稻草的方式来治虫害。不过也有农民认为讲，其他唔是有机丢残的也是真严重，希望县政府也当开放互因烧稻草。台东县关山镇110多公顷的有机丢产区，收购了后，县府特别核准，会当使用高温物理处理稻草，也就是烧稻草的方式来防止乌春秋虫。挂落来稻米各种的虫一只一只爬出来，这种乌乌的乌春秋虫，都是造成农民这一期稻作只会当收到2成左右稻米的害虫，因为伊的米伫稻海的根数接，而且数量超过1亿，造成稻米空壳。农民怪讲是因为禁烧稻草，互虫米伫土内一年比一年严重，令其稻作恐惊会达到40多亿只。目前只会当紧急用传统的放火烧，才会当防治。因为这种虫呢非常怕高温，那经过这个高温防治，我们希望可以让这个虫的数量降到一个不危害的一个经济点。如果说我们不开放，让他们可以去尝试着以高温物理防治的方式来讲的话，我们担心第2期做到时候收益又更低。也毋过，即摆只开放予有机稻产区烧稻草，也毋过附近的惯性农法稻产区农民也要求这一期会当开放，因为虫会走来走去，袂只干那踮伫有机稻产区。你现在有机的可以烧，你别位的不能烧，还不是一样都会回来？虫害那么严重，他们每一期的稻子都要多撒1、2次的农药了。到时候这也是百姓在吸收啊，对不对？县府表示，这一期稻作已经公告核准关山的有机稻产会当烧稻草，其他稻产的状况要看后一期稻作危害的情形，再甲专家讨论，才会当决定敢是开放。也不过这一期稻作也是呼吁农民莫私自烧稻草，以免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方法。记者综合报道。顶个月30，有文书工作者伫台南西拉亚部落发现到一只真罕见的当鸡，而且这款当鸡伫咧早前的农业社会是真史上会当看到，不过因为这个环境影响呢，是愈来愈罕得看到咯。这只鸟的形体看落是真特别，头壳顶还佫有一个红色的，若像鸡冠，佫会发出真特别的声音。互人印象是真深，这款的声音嘛吸引到甲巴煞文书工作者段同坤的注意，伊嘛是一位鸟友，伫顶个月30录到这个真珍贵的画面。突然间有听到一个鸟的叫声，很特别它就是那种咚咚咚这样的声音。那因为我赏鸟已经20几年，听到不同的鸟噪声都很警觉性吧。那个头冠的部分。跟其他的鸟类不太一样吧，大概都是在早上跟黄昏的时候它才出来，它这个隐秘性很强。了后有甲翕照俱乐部做纠正，确认这只是真罕见的当鸡，嘛互段宏坤讲伊学着宝啊。事实上，当鸡主要是分布伫咧南亚，抑佫有东南亚迄块地啊。伫咧热人的时阵才会来到台湾，大部分拢是歇伫咧水田等等的陆地。伫咧透早甲尾暗的时阵才会出现。当鸡自来就真惊青昏，永年伫咧台南的产林。久久也会当看到一届，不过最近这几年差不多拢无相关的记录，敢若伫咧宜兰甲屏东等等的所在，汉尼几时啊才有记录到。
但台湾早期的农业社会或许还能够看到它的踪迹，但由于农药、除草剂这一类的大量的使用，以及土地逐年的被开发，我们现在要看到懂机其实是非常的难。陈同坤伫遐观察差不多10天左右，等到田林开始要放田啊，当家离开了后才公布这影像。针对这点，翕照俱乐部呼吁，因为当家资本就真无大，民众若是有发现，都要保持距离，远远看就好，做伙来保护这种真罕见的鸟啊。记者综合报道。黄金夜报是世界上已经存真少的物种，国内到今也未收到这黄金夜报的声音资料。来看我云林有一个夜报生态馆，固定拢会开课，来甲有兴趣的民众用专业的机器来记录夜报的声音，带观众朋友做回来了解。老师当咧台顶介绍有关密报生态，这是云林黄金密报馆所办的公民科学工作坊。除了要让民众实际了解调查密报的工课，主要也望讲会当补足国内密报声音的研究资料。因为我本来是做青蛙声音的，然后就想说就是做点不一样的，因为都是声音嘛，然后想平常都看不到蝙蝠，顶多就是看他们远远的在那边飞，然后就想说来参加这个活动，可以透过声音来去认识蝙蝠。那想要录到密报声音，唔但要经伫咧暗时，佮要调用专门的机器，操作人员同款需要真专业，甲研究其他动物的工课比起来，有影是真困难。这也就是为什么国内密报资料到今也个真欠缺的原因。在做蝙蝠观察或是研究的时候呢，我们会使用一些特别的声学仪器和录音器以及软体，去进行这个蝙蝠的种类的出现的调查以及行为。那晚上也会有一些带这个学员出去实际体验一下这个蝙蝠声音录制，跟明天会有这个声音的分析。台湾的这个蝙蝠的声音的这个收集或者说资料的一个开放性其实还不是很多，这方面的研究的一些公开性还不是很多，所以我们就是这几年来一直在从事这一方面的一些人员的一些训练，希望让这些技术能够更加的普及，让台湾整体蝙蝠的一些资源监测调查能够更加的一个顺利。加在伫黄金密报馆这几年的拍拼之下，已经有愈来愈侪人加入研究密报的工课，透过工作坊的活动，民众动手体检，兼补充一寡研究资料，学者嘛会当更较轻松，互国内密报的保育工课会当愈来愈顺利。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北部新店的碧潭，这个所在有引过真侪留落来建筑物甲文化景观。最近在地文书工作室也推出着文化导览，要带民众来看在地风景，也听在地故事。像讲咱新店阁有一个小草坑啦，有无？大草坑啦、鸟顺坑啦，吼，这个坑呢，指的都是山谷地形。详细解说地名由来，这是地方文书团体暗坑文化工作室举办的导览活动。碧潭山河景色优美，唔但观光发达，丰富的水资源对这产业的发展嘛拢有帮助。对淡水河流域的开发做一个深入的探讨跟研究。那新店是比较偏远的地方。今天这个吴老师带的活动，我一直向往很久了。咱今仔日这条路线是咱新店甲暗坑啦，拄好新店这边是泉州人，暗坑咱是咱漳州移民，所以咱遮的信仰啦，咱讲的信仰啦，文化啦，咱个语言啦，拢较无共款。台湾头一个私人游乐园碧潭幸福乐园，也有日本时代文山新社遗址即阵的空军工坊。吴批为除了用文化资料讲解历史现场，本土语言的推广嘛是工作室的重要目标。我讲无共的迄个场域吼，一个产业啊、产业的无共的所在，来甲因产业大家就讲咱会找迄个歌戏的老师啊，找做文史的老师啊，找咱在地的老师啊，古庙的庙公啊来教课安尼。工作室今年也会进行台语绘本的计划，要邀请老师参民众做伙创作，来听生活中的台语安怎使用。详细活动信息会刊伫暗坑文化工作室的培训专业。记者杨淑晴、谢桂林新北市报道。
伫咧台语歌谣内面呢，有真侪描写工课、生活，甚至是爱情的歌曲。长期伫咧研究在地文化谱子好知识，最近有推出3本伫1997年家己当地采集的台语歌谣集，这内面有真侪重要的民间文学资料。夭寿啥人甲阮头，害阮一人啊两只狗。简单的歌词唱出男女伫甘蔗沟约会的情景，阁有真侪反映迄当阵社会风气的歌谣。拢是由伫1997年台语歌谣甲文学研究者黄德英带领团队采录的东石甲六卡乡闽南语歌谣集内底。客人有迄个山歌对唱嘛，啊，咱遮嘛是有咱的歌，吼，这个咱像迄个北方是《诗经》，吼，南方是《楚辞》，吼，这记录的物件就是咱为民间生出。啊，拢写了后，啊，就分吼有一个数量了啊，就分互团员，啊，等下个翻译华文安尼，啊，毋则讲安尼有台语交国语安尼对照。真可惜，真可惜，两人拍算拢毋着。想要去死，毋惊人笑，无想细汉爸母摇。黄德英讲，民间文学是一般人的生活体验，嘛是一种一嘴传一耳的重要文化。不过，即马当咧消失。伫台湾所产生的物件，迄个物件，咱家己本地化，伫即个土地上，自然咱伫遮生活200-300年来，咱的先民都有能力，通来按地团啊到即阵。即阵拄会当讲是要失传。找出这个歌谣集的谱子好处是讲，这个资料采录到当已经25档，不过写伫册内底真侪物件，即马可能已经消失去啊。这种长时间的记录，伫政府相关单位要插手进前，民间团体只会当尽量做，替后一代留存更较侪在地文史。记者林伟霆家己报道。现在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吉兰到新竹对25度到35度，苗栗到云林对25度到34度，嘉义到屏东对25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4度到29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